Congregation, you need to respond in the blue color. If you cannot see it, use your bulletin. Children will lead and you respond with the blue color wordings. 种一丛树啊，伫咱的土地，不是为着分，是为着听。种一丛树啊，伫咱的土地，不是为着分，是为着听。200这一天，你我做伙来孝念失去的亲人。种一丛树啊，伫咱的心内。 是为着死，是为着盼望。种一丛树仔伫咱的心内，不是为着死，是为着盼望。200这一天，你我斗阵相安慰，唔通伤悲伤。对每一片树仔，正感盼望的心中。树仔会眷顾咱的土地，树仔会生出咱的天，树仔会定根伫咱的土地，树仔会伸就咱的天。黑暗的时阵，看到天星伫树顶在闪烁。